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国家欢收看10月1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南淡市第3届市长甲议员选举的候选人何处抽签，上午伫体育场盛大举行。其中，民进党伫市东部号召一党籍候选人一透早就伫会场组织，并且签署参选声明，表示要用清廉、政治甲团结为台南营造上大幸福。最后，市长候选人抽签结果：1号黄伟哲，2号郭书波，3号林义峰，4号柯中信，5号戴永和，6号苏焕智。台南市第3届直辖市长甲议员的选举何处抽口上午举行，这候选人为了争取媒体的焦点，各种的大型旗仔、看板，甚至玩偶拢出动。其中主打团结甲清廉的民进党市党部，更加号召所有党籍议员候选人签署联政声明，强调袂走票、袂做违反党纪的代志，甲反贿选、反乌金的决心。反乌金，爱专条，爱专条；反乌金，反乌金，爱专条，爱专条。好，这就是今天呢，这就是我们所有民进党参选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咱所有党同志的基本态度、甲基本立场吼。就伫民进党签署联政声明的同时，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义峰嘛到现场，并且当场呛声，要求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黄伟哲，伫个大创案司法还未判定进前，应该退出这届的市长选举。我感觉伊等候法院判了，才出来选，安尼较正确，较袂辜负台南市的乡亲。如果若无咧，伊即摆要去做立委，唔通讲啊，我为什么要出来选？因为这拢唔对的代志，因为迄个代志是严重的代志。咱台南的乡亲袂使选一个有瑕疵的市长出来，所以我要求黄伟哲退选。除了林义峰，另外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苏焕智，当时嘛为了大创的核灾食品，要求甲黄伟哲来辩论。而国民党籍的市长候选人郭书波，甚至认为，如果黄伟哲认为无事实，嘛欢迎伊来提告。涉案的这个大创案，他这个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如果认为他合法，也要求他要公开的来说明，那公开来辩论到底这个大创案为什么这个核灾地区的食品被违禁的这个厂商呢，他仍然帮他关说。黄伟哲委员到现在只有静待司法调查一个回应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段时间司法是不会有什么动作的啦，所以我跟他建议过一个方式他要不要如果他觉得说他要自清他的名誉觉得我们都在诽谤他的话，他不妨来告我们来告我们，大家在法庭上说清楚嘛。好，那连这个动作都不做，其实我对于他自清自己名誉的这种决心我觉得是很怀疑啦。对此，民进党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嘛回应，虽然进行甲林义峰接触，双方未做互相的攻击，不过距离投票哪来哪接近，各种的选战就哪来哪激烈。请问这个谁可以扮演检察官，谁可以扮演法官的角色？这个部分，为了选举，然后为了个人的利益，然后来践踏司法，我觉得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我们跟林先生，事实上有个君子的约定，也就是说不互相攻击，不互相抹黑。那么这个承诺我还是遵守着，所以这个是对市民的承诺，绝对不是说三言两语、轻轻松松的背信毁诺。所以我们觉得是在司法上我们站得住脚，在政治上我们坚守承诺，对市民坚信的承诺。所以我不知道林先生所指的是什么。市长抽考的顺序按照登记的前后，6位市长候选人除了陈永和无到场，由选务人员代抽，其他5位伫个台底嘛无互动，看起来真平和的何处抽考，其实私底下嘛真竞争。市长候选人最后抽考的结果：1号黄伟哲，2号郭书波，3号林义峰，4号柯中信，5号陈永和，6号苏焕智。台湾新闻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台南市第3届议员选举总共112位登记，上午伫票场的各处抽签当中，候选人伫支持者陪同，当选声不断。当然，候选人为了争取媒体版面，各种大型的旗仔、扛棒甚至红仔隆重出炉，场面是闹热滚滚。伫个县市合并以后，台南市第3届直辖市的议员选举，包括平地甲高山原住民，总共13个选举区。上午伫个体育场进行候选人的号处抽考，9点一到，各候选人伫个支持者的陪同，纷纷进场，整个体育场旗仔飘扬。选委会依照选举区的顺序，由北到南，一区一区进行各选举区的号处抽考。每一个号码拢有家己的代表加解读。除了南岭两党，另外今年嘛有未少的政党投入议员的选战，有时代力量、基进党，甚至阁有欧巴桑联盟单枪匹马，要用小虾米来对抗大金鱼。另外，台联的单枪会更加以单打的方式，打着家己的2位小朋友进场，向前承担。而民进党籍的议员林志聪，这是由着牵手，带着家己的小朋友代替父亲来抽考。这就是对家庭一个承担甲责任，相对的呢，咱对台南市呢嘛有这个期待，咱嘛希望讲，咱对台南市呢有一个承担甲责任，这是最主要的用意啦。因为咱这小朋友拢是咱的未来嘛，咱希望咱台南市的未来当更较好，咱嘛希望讲由咱的照顾家庭啦，做一个模范来扩大，来照顾到咱东区，照顾到咱台南市，这是今天最主要的目的。今天就是带着小朋友，他的第2个女儿，然后来代父出征，因为上一次选的时候是大女儿来，也是背着这一条代父出征，那这一次生了老2，所以1人1次机会。对，带爸爸出来抽签，希望带来好运。现场除了大型的玩偶，甚至连维尼熊、钢铁人等复仇者联盟的成员，嘛拢出现伫个现场。伫号处抽完以后，各候选人支持者嘛大声喊当选，现场整个加油，当选声不断。台南新闻民间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长选战上特别的，咱是6党当中上侪人参选，而且6个人当中有4个拢是无党籍。上午除了牛埔里长陈永和无到场抽签以外，其他5位候选人拢亲自出席。另外，议员以无党的身份，甲其他政党来参选的比例，嘛比4党前成长了2倍。随着年底到下一选举的脚步愈来愈近，侪候选人拢加紧脚步。19号上午举办市长甲议员的号处抽签，这摆6位市长候选人当中，就有4位是无党籍参选。6名市长候选人当中，只有陈永和并无出席。因为举办 Crazy Friday 出名的林义峰，会中第1个抽签抽到3号。伫伫抽签之前，林义峰强调，伊绝对是上较有能力的候选人。我讲台南5个市长拢足适合的，因为我CEO甲伊无相共的所在伫倒，加互百姓一个选择。因为我甲伊无相共啥，我第1点，我走过128个国家，我有能力能够处理台南的代志，因为我台南土生土长的，我是有证件甲来选市长，毋是别人是无证件来选市长，所以我甲伊无共的所在足侪。我感觉台南市的乡亲。一定爱目睭闭目睛，什么人是对，大家拢袂歹，真正大家拢做适合做市长，但上适合确实是林义峰，因为伊有远见，爱当切市民做人过。如果我来做4党的，我相信咱乡亲会怀念100党，这是大家做对我袂对的所在。抽到4号的柯中信强调，要持续推动台南的经济，希望让台南影响世界。抽到6号的前县长苏焕智，嘛希望当举办辩论来展现大家对市政的想法。这一次的选战，咱也要让咱所有的市民，那么可以了解6个候选人，那么对规个台南市的经济变啊振兴，台南市变啊治理，
哦，那么应该要有一个公开的辩论的听数，啊，好，更较侪人会当参与，更较会了解。那没有辩论呢，其实对市民知的权利啊，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了哈。所以这一次的选战呢，到现在，因为选委会只有一个所谓政见发表会这个概念哦，这个已经不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了。这个时代呢，我们要呼吁，就是说要有政策的辩论，那么最好能够呢由这个电视台，那由这个选委会呢那么能够正式来举办这样的辩论。我们就是要努力追求迎向世界，所以我们很顺利抽到4号。那我们就是要发展台南的经济，从欧洲招商到台南来投资，我们的农产品要行销到日本，把我们台湾的工作机会增加，台南的工作机会增加，我们的薪资可以提升，这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唯一的希望。那所以我们会努力往这个迎向世界。市长抽签过后，接续是议员抽签，除了国民党甲民进党两大党以外，这摆无党籍甲其他政党候选人，嘛对4党前26位增加到53位，嘛向前参与政治，无需要搁再以2党作为靠山。时代力量林义莹甲基进党候选人嘛拢亲自到场抽签，希望将新的政治风气走向台南。但新闻古博以采访报道。新闻节下边来关心日本的相关消息。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目前嘉定公园所展出的刺鸟猎物戏一架主特展，正是以视觉艺术的形式来展现猎物戏伫武坛60档的岁月。这场的特展除了相片、文字以外，同时嘛以纪录片的影像来呈现。武坛表示，这部影片将伫21号举办首映会，欢迎介意武道艺术的朋友做回来看展。武道家猎物戏伫60档的跳舞甲教学生涯当中，创作出侪经典的作品，嘛栽培真侪武道人才，也一生的参像是南台湾武道艺术发展历史的记录者。所以伫去年10月推出《时间之河》这出舞作以后，就开始规划刺鸟猎物戏一架组的特展，要将伊舞台人生小解互个人知影。一开始的一个起源。是因为这样，想要先出一本书，后来到了2017 60年这个演出，我觉得大家经过朋友的商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60年，在台南的舞蹈界上、舞蹈史上，能够跳舞跟教舞这么久，只有做一个出书。好像比较弱一点，应该要么就应该从演出，然后又开始说纪录片，要加上策展。展场内面除了相片甲文字以外，特展嘛并且影像的团队为猎物戏翕纪录片，经过几档的记录，嘛互导演亲身感受老师对着艺术的投入，互伊相当感动。在一个4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呈现一个舞蹈家的一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我们透过了很长时间的访谈呢，我们大概做了1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希望把
廖老师对舞蹈的一些概念或精髓，把它呈现出来。虽然这影片短短的这样子，我们省略了非常多的细节啦，非常多的很扼腕的东西，但是因为时间有限，然后呈现的整个影片大概40分钟左右。这一次的展览《刺鸟廖莫喜一甲子特展》呢，整个展场的意象是以刺鸟跟凤凰花这个花朵一起做呼应结合。因为老师认为说，如果是一朵花的话，他会觉得自己很像凤凰花，那一般的娇艳，那么的野艳。那整个展场以刺鸟贯穿全部的展区，是因为刺鸟的精神，是那么的，他用尽一生的力气，把自己刺进最尖锐的、最长的枝头，然后让自己叫出最美的一声。其实对应了很多表演艺术者的心路历程。刺鸟廖莫喜一甲子的特展，对现在开始一直展到10月28号为止，欢迎介意舞蹈艺术的朋友做回来到5园看展。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李龙舞蹈团今年2018上新的作品以秘境作为主题，邀请台湾、香港加马来西亚3位舞者共同创作。10月20加22天，就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完成剧场演出，邀请民众拥有购票入场欣赏。秘境是依照传统的签诗文学作为创作想法，邀请来自台湾、香港、马来西亚3位舞者共同参与创作。由舞者的舞蹈展现出现代人对着人生甲人心的思考，也观众家己感受舞者的肢体表现所要传达出的心境。先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发想，这个说走进人生的万花筒里面，然后来探讨一下我们内心的秘境。就像我们今天把原生剧场这边，其实呢这个舞台我们讲的是一个大社会体，其实把整个我们人生里面把它给框起来，这样的一个意象，而不是单面的一个镜框式的舞台。你若有勇气来坐到这大家，我跟你讲，你可以那个感受是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欢迎，如果说你有时间，给朋友介绍，你不信来到现场如果你要坐这边也可以，坐2边也可以，那个可以更深刻的体验到表演者他的呼吸，然后呢，他的整个汗水，他那个情绪的饱满度，跟坐在这边会比较不一样一点。秘境这出舞作10月20加21号伫文化中心完成剧场，总共有3场演出。欢迎对着现代舞兴趣的市民，会当向台南文化中心的服务台查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金门因为环境特殊，加上丰富历史甲物产，马上民众介意的旅游景点。为了后火车头的包业者，就选伫周年庆期间特别举办金门物产展览。也是当地知名的盘手的业者，要互台南民众来遮一摆得到满足。伊咱看到，不管是金门菜刀、高粱、一条筋、贡糖等知名的金门盘手类，拢出现伫百货当中。为了后火车头的包业者，选伫周年庆期间特别举办金门物产展览，要互民众免坐飞轮机到金门，得当将遮热门的产品一摆买回去。我们这次呢？特别举办一个1年1度的一个金门的一个物产展，那不外乎就是金门最3大的一个主力产品，就是一条根、贡糖跟钢刀。那我们这次邀请多家知名的一个品牌呢，然后我们大圆柏这边参展。那也推了很多的一个优惠商品，那欢迎顾客呢来我们这边来作为一个消费选购。那另外呢，我们在下一周就是21号呢，我们也有邀请长荣女中的观光科跟餐饮科，来。结合用这个高粱酒呢，跟我们的台湾料理来做一个结合，那也做出一道不一样的美味料理。那也欢迎各位来宾呢到我们的大圆柏来莅临品尝这个美味的料理。现场嘛邀请中营女中产学学生以金门高粱结合台湾茶来做调酒的表演。主办单位表示，接下来假日嘛安排中营女中进行相关的表演。
都市现场不管是贡糖、高粱、一条筋等等的产品，拢提供优惠。对金门物产有兴趣的民众，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郭博义、蔡宏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早昏，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4度到29度，落雨记录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10月19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